詩篇80篇1至7、17至19節。萬軍耶和華，求施眾會主，使主臉永要發亮過我們革無舊人。領約瑟如領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，求你側耳而聽；在基路伯之上坐寶座的啊，求你發出光來；在以法蓮、便雅憫、瑪拿西面前，求你施展你的大能，拯救我們。神啊，求你使我們回轉，使你的臉發光，我們就會得救。萬軍耶和華，求施眾會主，使主臉永要發亮過我們革無舊人。耶和華萬軍之神啊，你因你百姓的禱告發怒，要到幾時呢？你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，量出滿碗的眼淚給他們喝。你使鄰邦因我們紛爭，我們的仇敵彼此戲笑。萬軍之神啊，求你使我們回轉，使你的臉發光，我們就會得救。萬軍耶和華，求施眾會主，使主臉永要發亮過我們革無舊人。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，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子，這樣我們就不背離你。求你救活我們，讓我們得以求告你的名。耶和華萬軍之神啊，求你使我們回轉，使你的臉發光，我們就會得救。萬軍耶和華，求施眾會主，使主臉永要發亮過我們革無舊人。撒母耳記下7章1至17節。王住在自己宮中，耶和華使他平靜，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。王對拿單先知說：你看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，神的約櫃卻停在幔子裏。拿單對王說：你可以完全照你的心意去做，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。當夜，耶和華的話臨到拿單說：你去對我僕人大衛說，耶和華如此說，你要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嗎？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，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過殿宇，卻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任何一個領袖，就是我吩咐牧養我百姓以色列的，說過這話？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
現在你要對我僕人大衛這樣說：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，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，叫你不再牧放羊群，立你作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。你無論往哪裏去，我都與你同在，剪除你所有的仇敵。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偉人的名一樣。我必為我百姓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，栽植他們，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受攪擾。兇惡之子也不像從前那樣苦待他們，並不像我命令士師治理我百姓以色列的日子。我必使你平靜，不受任何仇敵攪擾，並且耶和華應許你，耶和華必為你建立家室。當你壽數滿足，與你祖先同睡的時候，我必使你身所生的後裔接續你。我也必堅定他的國，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堅定他國度的王位，直到永遠。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。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，用世人的鞭責罰他。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，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的掃羅一樣。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你面前永遠堅立，你的王位也必堅定，直到永遠。拿單就按這一切話，照這一切異象告訴大衛。加拉太書3章23至29節。但這信還未來以前，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像被圈住，直到那將來的信顯明出來。這樣，律法是我們的啟蒙教師，直到基督來了，好使我們因信稱義。但這信既然來到，我們從此就不再啟蒙教師的手下了。其實你們藉着信在基督耶穌裏，都成為神的兒女。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，都披戴基督了，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，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，不再分男的女的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。既然你們屬於基督，你們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是照着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請同心禱告。應許之主啊，你發言向你百姓傳述你美好的旨意，為要顯明你的信實，所應許的必要成就。你曾向大衛發預言，要立他作以色列的君王，使你百姓享太平。你也喜悅大衛愛你的心，定意讓他的兒子所羅門為你建造殿宇，使你的名被尊崇，得榮耀。你必堅立大衛和他後裔的王權，直到永遠。萬軍耶和華，求施眾會主，使主臉榮耀發亮過我們隔無舊人。成就救恩的上主啊，
你向先祖所許下的承諾，如今你的預言已經實現。你使大衛的苗裔耶穌基督在高天作王，執掌權柄，直到永遠。你又使我們因信你差來的聖僕，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你的兒女。你將我們分別為聖，差你的靈居於其中，使我們成為你殿宇的活石，顯彰你的榮耀，進居在你的聖殿教會之中。阿肋路亞，讚美主！全地得目你的救恩，普世的教會都要不住歡呼，稱頌你偉大的榮名。萬軍耶和華，求施頌回主，使主臉榮耀發亮過我們得目救恩。賜厚恩的上主啊，你藉着律法引導我們到基督面前，又使我們因信在基督裏重生，好作你的兒女。你向我們大施慈愛，厚賜恩典，在基督裏將豐盛的生命賞賜給我們。我們能如何報答你的厚恩呢？我們一生要稱頌傳揚你的聖名。上主啊，求你眷顧還沒有歸回你羊欄的靈魂，求你施恩使他們回轉，使他們得享你所賜的喜樂、盼望、和平與永恆的榮耀。萬軍耶和華，求施頌回主，使主臉榮耀發亮過我們得目救恩。奉為我們披上義袍的救主基督耶穌聖名禱告，阿們。